作为一个宽容而且态度的人，我管好事体，说起阿爸就个到，顶到一把刀对伐？这么来个个几条顶不我行为的事体。首先呢，听微信啊，简些如果浪费辰光，而且今朝听不清楚，中间呢又会断断，还有从头再听一遍。听微信有几分钟，看房子几秒钟就好解决问题了，为什么不能考虑一句别人的给予啊？还有就搿到辰光阿拉勿需要听微信啊，阿拉辣得开会，辣得上班，辣得见客户，辣得谈事体，搿辰光㑚放微信拨我就好到了没看见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我辣做个饭的环境当中，搿听到微信是参过听力考试啊，课重点做个难好伐？讲了半个钟头，伊来问来了。那我来得伐？我讲来得，咋话啦？对方就讲伊没了。哪来得到我加兴趣啊？还有搿种逼嘛，买回闲话讲了上半句，下半句就勿等过了。譬如讲，㑚晓得版花的苏人来送来了伐？蹭也蹭勿到啦，高高写八卦一记啦，就讲老太太蛮下房啦。还有一种人，一句闲话勿好好就得那讲，一个字的闹法，等你讲熬查勿出来呀！害了我虚几字来裤袋里头省3斤啦。结果好不容易闲话熬总拼好了，发现是废话。自家是高聊天的群，搿是没关系哦。但是自家有一种工作群，还有是家群，明明搿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搞今朝的事体，结果只要人是越搞越开心，一发烧几十条还有上百条。那要是搞眼明星八卦呢，我也是欢迎的。问题是，那搞的事体有啥介无聊伐？譬如讲，那屋里小人还讲闲话嘞，哎呀，阿拉屋里小人高还走路，哎呀，我哪有眼睛？哪哪有勿啦？搿我啥姐姐啦？群里头呢，还有一种人，从来勿讲一句闲话，后中呢，以为就做个毛，讨论工作辰光呢，也勿追出来，后头呢就做个无辜的追出来讲，哎呀，我勿晓得，我没看见。问题是，勿过送个辰光，但求有人一发红包，老太太就追出来了，而且是恰好红包，伊怀起了，从来勿讲闲话，从来是只恰红包，勿发红包啦。有辰光呢，会遇到一大堆文字，或者呢发生了啥事体了，结果每回看到搿种信息，我今朝下班高头下去冲好改了，搿到底是阿里个眼堂子发明个消息啦？下早子呢，得要投资少聊天，我对伊讲，我少那计划已经找好了，发帮嘞。计划讲好的，呵呵，我就眼断了，咋啦？我找错啥事体啦？后头认得了，发现其实用呵呵来表达友善哦。讲我搿点呢，一定用得老年龄大语啊，靠谱一记。熟人啊，分为4个级别。许的眼道，呵呵。还有交关到辰光没联系的人啊，少来一句发信息，红包多包只好伐？还有吃品，脑袋就发了出来就勿高兴，我要当讲，哎呀，那开了办好了，我当关系好，那就发6块8个好了，那发8块8个，我就讲帮听，我等到音下熟悉，呵呵。发现眼人哎，我今些没闲话好讲嘞，我也勿好意思等那拉黑，所以拒绝那嘞，等我拉黑算嘞。